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佛法心靈輔導，幫你揾到出路。我係慈山寺佛法心靈輔導中心嘅社工李姑娘。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主題係佛法心靈輔導入邊嘅慈悲與智慧。佛法修持嘅核心就係慈悲與智慧。所謂以智慧除煩惱，以慈悲度眾生。佛法心靈輔導嘅實踐，亦都離不開慈悲同智慧呢兩大方向。慈悲體現於平等地關懷每一個來訪者，願佢哋離苦得樂。無論佢哋正面對邊一種嘅痛苦，係婚外情，抑或係親人離世，只要佢哋願意去接受我哋嘅幫助，輔導員都會盡力去協助佢哋度過痛苦嘅時刻。呢一份嘅慈悲心，對嗰啲喺心靈上極度痛苦嘅朋友係非常之重要㗎。作為輔導員，我哋保持住真誠、開放、尊重嘅態度，深度聆聽每一位來訪者當下嘅感受同埋想法。我哋都相信眾生皆有佛性，每個人都有自我療癒嘅潛力去解決問題。喺佛法心靈輔導嘅過程入邊，輔導員會放下佢個人主觀嘅判斷，真摯咁樣去聆聽來訪者嘅感受同埋想法，為佢哋去創造一個安全嘅心靈空間。喺對談嘅過程入邊，適時回應，鼓勵佢哋去表達同埋接納自己真實嘅想法同埋感受。喺呢一個和善而具建設性嘅面談氣氛入邊，來訪者能夠體驗到輔導員嘅理解同埋接納，呢啲都係輔導關係入邊滋養嘅元素，對來訪者嘅痛苦具有療愈嘅作用。換言之，慈悲心係開啟輔導關係嘅鎖匙，而佛法嘅智慧就係協助輔導員去觀察來訪者嘅處境同埋能力，令到輔導員能夠善巧方便咁樣輔助佢哋推進輔導面談嘅過程，利益每一位受助嘅人士。喺過程入邊，當來訪者痛苦嘅感受得到療癒之後，輔導員就會進一步帶領佢哋去觀察同埋檢視佢哋嘅習慣、行為同埋想法，探討佢哋內心嘅執着。好多時，心靈嘅痛苦都係嚟自來訪者難以去接受世間人事物嘅轉變同埋唔完美，同自己嘅期望或者想法不同。例如丈夫唔做家務，小朋友成績唔理想等等。若果我哋拒絕接受生命嘅無常，繼續捉緊自己心中所求，我哋本來心靈內在嘅潛力同埋彈性就會被呢啲嘅執着同埋渴求所捆綁住，受苦嘅最終都係自己。喺佛法心靈輔導嘅過程入邊，輔導員以慈悲去建立輔導關係嘅基礎，引導來訪者去覺察內心嘅執着，承認同埋面對自己嘅貪執、情緒同埋錯誤嘅見解，協助佢哋發展洞見。唯有來訪者覺察到佢本身嘅貪執同埋情緒係點樣去加深佢自己嘅痛苦嘅時候，佢哋先能夠願意去學習調適內心嘅執着，咁樣先能夠體驗到放下嘅自在同埋輕安。